怎样？不要执迷不悔。浪子回头金不换，站一下就回来，好不好？我答应你们，你们可以多了，可是要回来。好玩哦！搞这招搞好久哦，没有去夜店玩过，自己很想玩啊，自己办一个。哎，以后我们都办这样的 party 好了啦。好听的孩子夜店趴，规定大家都穿比基尼，哇！好，我看他 over， 比基尼穿在里面穿 T 恤。好，这样就不 over 了哦，对，大家要游泳的时候才把 T 恤拿掉。好了，回来现实了哈，孩子们 ，OK 啊，我们还是正常一点，我要找一些我的老搭档，我的贝斯手阿力，吉他手小龙，好，鼓手杨明。从以前就跟他们三位一起，海淀的孩子算是他们是元老级吧，就跟着我一起出来表演的。好，今天要分享一首歌，虽然我去年一整年常唱，也要跟他宣布一下，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的话，这首歌即将收录在第2张专辑。带来这首歌《风》。老师好了没？没有。好了，我们聊天了。就当做刚刚去夜店出来抽根烟，休息一下，缓和一下气氛，然后讨论一下，我刚刚碰到那个美女，看到了没？好，女生就开始讨论，刚刚碰到哪一个男生？哦，靠，他很色。对出来，原来抽根烟都是具有这种功能，在检讨，还有分析。带来这首歌《风放力》。
嘿呀。